唐納德·特朗普於1977年與伊曼娜·瑪麗·特朗普原名伊曼娜·扎爾尼奇科娃結婚，並於1992年離婚。伊曼娜·特朗普在特朗普集團擔任重要管理職位，包括室內設計副總裁、特朗普城堡賭場度假村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，以及廣場酒店的經理。伊曼娜·特朗普的母親是一名電話接線員，她的捷克父親則是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安全局 STB 的情報線人。1977年，當伊曼娜嫁給唐納德·特朗普時， STB 便對特朗普發起了一項間諜行動。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官員以精通英語且思維敏捷而聞名，這對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和英國軍情六處 MI6 而言是個挑戰。這一行動在伊曼娜的家鄉捷克斯洛伐克的茲林市展開。STB 從伊曼娜的父親米洛什·扎爾尼奇科那裡收集情報，他是 STB 的線人，將女兒提供給他的有關唐納德·特朗普的事業和社交圈的訊息轉交給 STB。當時 STB 與蘇聯克格勃 KGB、波蘭安全局 SB、東德國家安全部 Stasi 以及其他蘇聯集團的情報機構正式合作，並在要求時相互交換數據。1980年代 STB 持續對唐納德·特朗普進行間諜活動，以收集關於美國政府的訊息。檔案文件已證實此時 STB 通常採用一系列手段獲取情報，包括敲詐勒索、電話竊聽、對公寓進行長期監視、攔截私人信件、入室搜查和跟蹤監視。前 STB 官員弗拉斯蒂米爾達涅克 Lestamil 證實了針對特朗普的行動，並表示特朗普當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，他是商人，有很多人脈，甚至涉及美國政治。我們關注他，我們知道他很有影響力，我們得知他有意在未來競選總統。不僅僅是我們關注他， STB 的第一部門對他很感興趣。我不知道第一局是否與克格勃共享了關於特朗普的訊息，我無法證實或否認。STB 通常會與其俄羅斯同行克格勃共享情報。1986年，唐納德·特朗普結識了新上任的蘇聯駐聯合國大使尤里杜比寧 Yuri Dubinin。杜比寧抵達美國後，由他的女兒娜塔莉亞·杜比寧 Natalia Dubinin 接機，他直接帶他去了特朗普大廈。娜塔莉亞·杜比寧是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員，而該代表團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克格勃特工的藏身之所。當時大使杜比寧的任務是與美國商界精英建立聯繫。蘇聯間諜機構負責人弗拉基米爾·亞歷山德羅維奇·克留奇科夫 Vladimir Alexandrovich Kryuchkov 曾指示駐外的克格勃人員加緊招募美國公民。同年，唐納德·特朗普和伊曼娜·特朗普再次與大使杜比寧及其女兒娜塔莉亞·杜比寧見面。他們出席了由化妝品大亨倫納德·勞德 Leonard Lauder 舉辦的私人午宴。倫納德·勞德是亞斯蘭代創始人之子，也是羅納德·勞德 Ronald Lauder 的哥哥。據唐納德·特朗普在其著作《交易的藝術》Art of the Deal 中所述，大使的女兒娜塔莉亞·杜比寧曾讀過關於特朗普大廈的報道，並對其非常了解。於是，一件事引發了另一件事。現在我正在談論在克里姆林宮對面建造一家大型豪華酒店，與蘇聯政府合作。1987年，蘇聯大使尤里杜比寧邀請唐納德·特朗普和伊曼娜·特朗普訪問蘇聯，他們參觀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。此次行程由 Intourist 旅行社安排，而該旅行社實際上是克格勃的一個秘密機構，對外則表現出對與特朗普的合資項目感興趣。同年，蘇聯通過了一項允許外國投資者與蘇聯進行合資經營的法律。唐納德·特朗普、伊曼娜·特朗普及其助理麗莎·卡蘭德拉 Lisa Calandra 在蘇聯被視為貴賓，並被安排入住國家酒店的豪華套房。
據蘇聯軍事情報局 GRU 特工維克托·蘇沃洛夫 Viktor Suvorov 透露，所有費用全免，有豪華派對，還有漂亮的女孩，可能還有桑拿和更多不為人知的事情。當時克格勃普遍使用年輕女性或女孩來誘惑訪問的政客和商人，並利用 Intourist 旅行社監視外國人在蘇聯的活動，甚至設置美人計。據唐納德·特朗普本人描述，他參觀了6個潛在的酒店選址，包括幾個靠近紅場的地點。我對蘇聯官員達成交易的雄心印象深刻。訪問蘇聯2個月後，唐納德·特朗普花費近10萬美元，在報紙上刊登了一系列整版廣告，發佈了一份政治宣言，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。廣告標題為唐納德 J. 特朗普的公開信。為什麼美國應該停止為那些有能力自衛的國家承擔防務開支？為什麼這些國家不支付美國用於保護他們利益的人命和數十億美元？莫斯科之行後不久，唐納德·特朗普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，轉投共和黨，並考慮競選美國總統，但最終放棄了計劃。1988年美國大選期間，唐納德·特朗普在廣場酒店為喬治 H.W. 布什 George H. Bush 舉辦了一場籌款活動，該酒店由特朗普擁有，而伊曼娜·特朗普則擔任經理。根據 STB 的情報記錄，伊曼娜·特朗普在1988年大選前自信地預測喬治 H.W. 布什將會獲勝。STB 認為伊曼娜·特朗普已滲透進美國最高權力層，並活躍於頂級政治圈，同時將信息傳回捷克斯洛伐克的家鄉。